为了要来应对超高龄社会，台北市政府伫104年开始推动到公务到电梯的补助方案，上济会当提供一栋公务480万的补助。目前全台北市已经有100间的公务处申请补助，甲这电梯斗起嚟啊！ 工人长咧施工，准备甲这栋30栋的旧厝头前加装电梯。台湾伫今年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时代逐工楼梯爬悬爬低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代志。为着要减轻时代的负担，台北市信基富台社区这10栋来已经加装13基的电梯。像我家，我的婆婆啦是93的啦。 那真的对盖这个电梯对老人家真的超方便的。二楼的人无要参加，无爱去，伊会使无爱去啊。后摆伊行情就较歹啦。社区主委表示，会想要装电梯，是因为台北市政府对民国104年开始推动老公寓加装电梯的政策，只要厝超过20年以上、6楼以下的公寓就会当申请，补助费是总工程的50%，上悬是300万。若是符合优先推动的地区，补助金阁会当提悬到480万。 基本上拢是卡着经费的问题啦，社区也真正有这个需求吼，大家看咩啦，甲费用部分讲个明，安尼就有法度有成功的机会。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，大约有8万多间的老公寓无电梯，目前只有100间申请成功，比例无悬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原因就出伫咧有的老公寓无空间装电梯，有的是社区居民大家拢有无共的意见。不过为着要建立友善的养老环境，市府表示，因会鼓励进入社区宣传，鼓励老公寓会当多多利用政府的补助。记者狄阿选王兴忠台北报道。